屏东嘉东乡的海边啊，昨出现一只客死的海洋仔囝。经过海保署等等的单位到现场救援比对，发现伊是5月底伫大平湾找无到的海洋仔囝。因为这只海洋仔囝的状况无好，今仔日透早已经不幸过身啊。接落来会甲解剖厘清死因。海洋囝伫海岸附近靠搭，尾流一直咧海。屏东嘉东乡运洪海岸初6透早出现一只长大约3公尺的海洋囝，海保署等单位接到通报，赶紧救援，甲海洋囝搬就岸了后，发现是5月底伫大平湾找无到的迄只。大鹏湾那一个案件产生以后，大家其实都有持续在现场去做一些观测，有浮出水面的那个照片，大概从它离开的照片做了研判，有几个特征的地方去对比，判断就是同一只。只讲用囡仔甲海水甲倒位一失淡，海洋拢是集体行动的。因为靠搭的海洋囝较瘦，救援过程嘛感觉伊无啥力，推论是因为伊身体受虚，才会对袂着东盘蛇，安尼找无路。经过兽医抽血检验了后，嘛发现这只海洋囝发炎指数介悬，初7透早已经不幸死亡。那个抽血报告就是它的紧迫指数非常高，紧迫指数高有时候会让它整个免疫系统下降，甚至就是紧迫太高会瞬间死亡。血液检查看出来它呈现脱水的状态，发炎指数非常高，还没有办法理清说是因为感染还是本身身体不好而产生一些发炎的状态。研究中心推论，海洋囝伫大平湾找无路的时，拄好撞到拜6礼拜，当地游客较济，若调查囝就可能互虚弱的海洋囝愈紧张，嘛提醒民众若发现找无路或者是靠搭的海洋海底，就赶紧通报海巡，莫换过去甲吵或者是箍死啊，较免甲野生动物惊到，嘛会耽误救援。记者综合报道。